歡迎來到今天的播客。今天我們要探索一個非常迷人的主題，這是關於心智模型的幫助。這就像一把鑰匙，打開洞察力和理解的門。就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曾經說過的，在無知中，自然界的奧秘就像未解的拼圖一樣。心智模型幫助我們把這些拼圖塊拼在一起。哇，真的很有趣。所以這些心智模型是什麼呢？是讓我們更智慧的工具嗎？我真的想知道。正是如此，心智模型是讓我們理解世界的框架。想象一下，當你在學習反應釋放的時候，你怎麼樣不去找住每個框架？就像你開車時用的導航系統。所以心智模型就像我在駕駛時所依賴的 GPS 嗎？有時候 GPS 會把我帶到超奇妙的地方。我一度去過一個不知名的隱藏景點。對，完全正確。心智模型讓我們能夠在不確定性中做出決策。例如，生意上的估算是一個很好的實例。如果你能夠運用這些模型，你就能夠更好地預測市場走向。我明白了，但有時市場變化太快，讓我覺得像坐雲霄飛車一樣。難道冥想算不算心智模型的一種嗎？我這是在哪兒來的想法呢？呵呵，冥想其實是一種對於心智的整理。想象一下游泳時的感覺，你越深入水中，周圍變得越平靜。心智模型幫助我們在腦海的水面下找到平靜。那算是大腦的潛水嗎？這樣能讓我避免一些心智上的混亂。可是當我游泳時，我總是幻想自己是一條魚。這樣的想法也可以是心智模型的一種嗎？正是，這些模型可以幫助我們在生活的各個層面中找到連結，就像拼裝樂高積木，你要有明確的圖片，才能順利組合每個部分。哈哈，我小時候都是用樂高建造我的理想家園和太空船。這樣說，我的心智模型或許可以幫我設計出未來的生活。所以，有哪些常見的心智模型呢？非常好的問題，我們可以從思維習慣開始，比如說因果關係或預測。這就像你在煮食時，了解每個食材的作用，從而創造出完美的菜。哇！所以我只需用這個心智模型來創造出我的美食。我曾經試住用巧克力和鹽巴做一個甜點，但結果卻像一場災難。那麼，這能幫我避免未來的災難嗎？正確，理想的心智模型使我們能夠有效地解決未來的挑戰，就像宇航員學習如何在太空中生存，他們依賴於訓練過程中的思維模型。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們用於我的旅行計劃，就像去一個從來沒去過的國家，然後雖然我有地圖，但我還是迷路了。完全可以，制定計劃是使用心智模型的好例子。想象一下，準備一場單拼賽事，你必須考慮整個賽事的策略。如果你只看了一個方面，你的計劃就會崩潰。我的天，我每次遊戲時都這樣。有時我的策略像是人人都能看見的漏洞，所以使用這些模型能幫我在遊戲中打敗朋友嗎？